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30，歌罗西書3章16節安尼講：就互基督的話豐豐富富踮佇恁內面，就用逐款的智慧互相教示，彼此勸誡，唱詩篇、聖詩、靈歌，對心底感謝俄羅上帝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互基督的話豐豐富富踮佇阮內面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對古早到現在，對現在到將來，永無變化、永遠直地的全能上帝。你的名佇全地到這懸大，你的權能遍滿佇宇宙中，你的信實達到穹蒼，你的慈愛臨到佇通世間。主啊，願何等的卑微，你竟然聽阮到安尼，願要感謝你無煞。主啊，感謝你賜下耶穌基督的救恩來拯救阮，互阮通脫離罪的捆綁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對你來的快樂，通活出新的款式甲活命。求你將基督的話豐富阮的內面，互阮用逐款的智慧互相教示，彼此勸誡，唱詩篇、聖詩、靈歌，對心底感謝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